但是在這個期間他還有一些藥沒吃完，就是這段時間繼續吃。你等問一下這個曾醫生哪些要吃的，好吧？好，医生，哎，我也要，你不着急，行，回去好好吃药啊，好，大家说什么都好，好，不激动哈，不激动，情绪莫激动，情绪莫激动，莫激动啊，還可以，现在说，来，就对他非常乖，谢謝你吧，應該做的。回去之後呢，家裡要買3個東西，第一個東西是體重秤，第二個東西是這個血壓計，第3個東西是血糖儀，都不是很貴的東西，但是都是很重要的東西。體重秤就是每天稱體重啊，假如今天稱是140，明天稱是144了，那就說明他水多了。好，這個是水的問題，水的問題也是目前來說最重要的問題。水控制好了，奶奶就會健健康康的啊。其他的沒什麼了啊，行，我那個彩色大呀，當時嘛。提這麼多東西啊，提得動啊？我幫你加一下吧，真的是。現在走路不喘氣了啊，是吧？你等這東西這麼多，等一下別摔到了。因為你生意也不容易啊，生意就一大包小包的提的。回去之後可以多喝點水，沒關係啊。沒關係的，我們應該做的啊。